细腰长腿，肤若凝脂，体貌俱佳，恭喜了二姑娘。二姑娘，自从我做了太后，再没人敢这么晃我。我的手怎么这么年轻？这是入宫前，嬷嬷为我和庶妹检查身体，你不是死了吗？当年我和庶妹进宫前，我选貌美丹，庶妹选择了貌美丹。进宫后不过几日便得宠，可惜帝王薄情，新人换旧人，她很快就失宠，沦落冷宫。而我选择了生子丹，一路宫斗生子，最终成为太后。参见太后娘娘，太后娘娘，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你三番两次求见本宫，有什么话便痛快说吧。魏云眠，如果当初是我选择了生子丹，那现在高高在上位居太后的就会是我。你真以为我走到今天的位置，只是靠一颗生子丹吗？当然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我才不会被打入冷宫，一生凄惨，而你却当上了太后。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，你就陪着我一起死吧。所以，我重生，温柔的眼，上辈子你害我惨死，这辈子我定要你付出代价。二姑娘身段极好，婀娜多姿，曼妙有致；三姑娘身姿清瘦，惹人怜爱。侯爷和夫人有福气呀、两位姑娘入了宫，必定极为受宠。赏。谢侯爷。刚才嬷嬷的话，你们应该都听到了。我们温氏一族原本就是世代功勋，因为父在2年前平乱中又立大功，所以皇上特许你姐妹二人无需选秀直接入宫。侯府没有男丁，若想保住眼下这荣华富贵，只能靠你们2个在皇上跟前得宠。进宫前，为父各送你们一件东西，可助你们在宫里站稳脚跟。这儿有2颗秘药。生子丹可令身体极易受孕，貌美丹能令容貌惊艳绝伦，但却会损伤生育能力。你二人自己选吧。我选生子丹。温乐烟前世选的分明是貌美丹，难道她也重生了？姐姐，你身子那么好，即便服了貌美丹，想必也能怀上身孕。不像我，从小体弱多病，若我选了貌美丹，只怕是活不到入宫那天。所以姐姐，你不会跟我抢的，对吧？温乐烟，你真以为有了生子丹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？既然你抢着要送死，那我就成全。那就依妹妹，我选貌美丹。美貌根本毫无用处，只会招来6宫嫉恨。温云眠，你接下来的日子可不好过呀。说好了选貌美丹，你偏偏要选生子丹。那小贱人本就生得好看，再加上貌美丹一副勾人魂魄的狐媚样子，哪个男人抵挡得住啊？娘，这再漂亮都会年老色衰，只有为皇上绵延子嗣，才能得到皇上的心。哎呀，我都打听过了，圣上仔细困难，就算你有这生子丹，可皇上不行，你不是照样生不出孩子吗？娘，你放心，有了这生子丹，哪怕皇上绝死，我也能生出孩子。到那时，我就成为后宫里地位最高的女人，就像前世的温云眠一样。前世我吃了貌美丹，却不如温云眠这样勾人美艳。
不过再美又如何，还不是被我夺了命格。姐姐，服了貌美丹，定能艳冠6宫，说不定头晚就能去朝阳宫侍寝。姐姐一定要好好把握呀！见妹妹吉言，我一定好好把握。温如年，我等着你被囚禁冷宫惨死的那一天。小主明明素颜更美，可刚才画师为主子作画时，小主偏要浓妆艳抹，这是为何呢？你可知画像是送去给皇上过目的，只有先抑后扬，才能让他过目不忘。小主，刚刚公公递来消息，皇上发了你的牌子。好戏就要开场了。主子，今晚去朝阳宫侍寝的是你的嫡姐。哼，那太好了，你抓紧去温玉眠宫门口等他出来，立刻与我知晓。是。温玉眠啊，公主，淑贵妃善妒，新进宫的嫔妃中，你是第一个侍寝的。可惜今晚你不仅见不到皇上，还会被狠狠鞭打。到那时，我就等着看你笑话了。齐淑玉，郑国公府嫡女，和皇上青梅竹马，仗着皇上的宠爱，在宫中肆意妄为。不过今晚你将是助我拿下皇帝的东风。贱人，长一副狐媚惑主的样子。不过有本宫在，今晚你是没福见到皇上。来人，把本宫的鞭子拿来。不要！放开！放开我！打吧，你现在打得有多狠，等候皇上看见就有多心疼。贵妃娘娘，这里是朝阳宫，待会儿皇上就来了，你就不怕被他看到吗？给本宫拉起来！贱人，还敢拿皇上威胁本宫！本宫现在就毁掉你这张脸，看看皇上是袒护你，还是袒护本宫。皇上驾到！贵妃娘娘，今夜多谢你。救我！救我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你醒了，是你救了我，你先别乱动，伤都还没好呢。姑娘，我会报答你的。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好好养伤吧。她竟跟那日救了朕的女子长得如此相似。皇上，先回去吧。可是皇上，宣太医。感觉可有好些？谢皇上关心，臣妾感觉好些了。今日之事，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朕说的吗？皇上，
都是臣妾的错，是臣妾不懂规矩，惹怒了贵妃娘娘，还惊扰了圣驾，请皇上恕罪。舒贵妃她伤了你，难道你就不想向朕告她的状吗？贵妃娘娘与皇上是青梅竹马，看见自己心爱之人跟别人在一起，岂会不伤心？臣妾感同身受，理解娘娘苦衷。感同身受？难道说云婕妤入宫之前已经心有所属？是。皇上，臣妾入宫之前日思夜想的人是皇上您啊！你可知诓骗朕乃是死罪，会诛九族？臣妾不敢撒谎，臣妾仰慕您的才华，您的治国之道，仰慕您年少登基便斩杀奸佞的威猛。当初在护国寺内叩拜时，曾远远见过皇上一面，那时便倾心于皇上您。是臣妾说错话了，还请皇上。那刚才朕问你，你为何不跟朕说这些？臣妾不想伤害贵妃娘娘和皇上之间的感情，所以还请皇上忘记臣妾今日所言。臣妾不会再胡言乱语了。罢了，今天朝阳宫发生的一切，你都烂在肚子里。你刚才说的这些话，朕就当没有听懂。臣妾遵旨。那臣妾现在便回去。今夜你先留下吧。朕不会碰你，但是也会给你应有的体面。谢皇上。朕已命人准备了衣服，你先把这身换了，别受凉了。是。前世温乐言第一个侍妾，却被舒贵妃折磨了一晚，而我却让皇上念念不忘。同样的开局，不同的结局。温乐言，你拿什么跟我说？姐姐，苏美人和惠昭仪都是与你我同日进宫的。昨日听说你去朝阳宫侍寝，我便叫这两姊妹过来闲话，你不会介意吧？闲话？你分明是叫他们来一起看我的笑话。不会，都是姐妹，坐下说吧。姐姐啊，你是我们之中第一个侍寝的，获得这种恩宠还习惯吗？听说侍寝的妃嫔若是得了皇上的欢心，就会得到一把如意和合扇。云姐姐天生丽质，想必等会儿皇上就会派人把扇子送过来吧。前世我就没有得到这把扇子，舒贵妃嫉妒我的美貌，借我第一个侍寝，当晚就闯进了朝阳宫，命人折磨了我整整一晚，害得我连皇上的面都没见到。温云眠肯定也是同样的下场。听说那把扇子是同嫔妃一起送回的，姐姐回来这么久都没动静，该不会是惹得皇上不喜了吧？只要让大家看到你身上的伤，看你还怎么强颜欢笑。妹妹，这是做什么呀？你怎么没有伤啊？我为何要有伤？乐妹妹，莫不是说皇上啊？圣旨到！跪！皇上口谕，云婕妤温婉端庄，善解人意，深得朕心，着册封为昭仪，赏苏锦100匹，玉如意1对。臣妾叩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起！咱家恭喜云主子。多谢公公。莹莹，谢主子。
怎么会这样？他不仅没挨打，还被侧封。难道说他昨天晚上有机会侍妾？不可能啊！主子慎言。看来今日还会有许多赏赐，我们就先不打扰了。奴才是内务府的，这些都是昭仪位分才能用的东西。奴才已经帮主子添置好了。多谢公公。温云眠，你不会真认为皇帝心里有你吧？你可太天真了。皇帝除了舒贵妃，不可能喜欢上任何一个人。我早就知道，你昨晚根本没有任何机会侍妾。至于发生了什么，你心里很清楚。你怎知皇上没有宠幸我？妹妹，窥探君王喜心，揣测君心，可都是大罪。主子慎言。云主子，我家婕妤今日身体不适，我们先行告退。温云眠，今天你虽出了风头，但等我侍寝生下皇嗣，我必定是这宫中最尊贵的女人。你给我等着！主子风头正盛，今日拜见皇后娘娘，是否穿素雅些？去取香妃色那套。这会不会太招摇了？今日皇上必到凤仪宫，百花争艳时，是牡丹显眼，还是木兰显眼啊？若不想做招摇的那个，你觉得我会选哪件衣裳？奴婢明白了。姐姐今天真美，妹妹也不错。云昭仪果真是千娇百媚，一进来，满屋子的花都失色了。在说什么呢？要是被皇上知道了，又要怪我们欺负昭仪妹妹。臣妾不敢，臣妾是夸云昭仪美艳脱俗，怪不得才侍寝了1个晚上，就让皇上破例册封。这个纯妃前世同我交过手，此人心机颇深，酷爱挑拨离间。纯妃谬赞了，臣妾反倒觉得娘娘才是风华绝代，纵使花儿再美，也不及您的万千之一。臣妾来晚了，各位姐姐切莫见怪。娘娘您看，这乐婕妤今日穿的清丽淡雅裙，即便是云昭仪，也被她的风头压了下去。是啊，妹妹们真是一个比一个出众呢。臣妾温乐嫣见过贵妃娘娘，今日便是得罪了舒贵妃，我也必须要引起皇上的注意，争取今晚侍寝一举怀上皇嗣。我的好妹妹，你如此与众不同，是想引皇上注意宣你侍寝吗？却没想到蠢得成为众矢之的了。皇后娘娘驾到！参见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诸位嫔妃们坐吧。皇上慧眼识珠，诸位妹妹花容月貌，还望各位不负天恩，为皇室开枝散叶，绵延子嗣。是。听闻皇上近日因为江南水患总是睡不好，本宫请了位大师，说要抄写经文1000遍，可为百姓解惑。乐婕妤，听闻你书法了得，不如就由你来抄写，也可为皇上分忧。是，臣妾领命。别坐了，祈福事大，既然婕妤妹妹已经领命，那就赶紧回去抄写佛经吧。现在走，岂不是错过与皇上见面的机会？
怎么，你不愿意为贵妃娘娘效劳？看来乐婕妤自视甚高，连本宫都不放在眼里，以下犯上。来人，把乐婕妤拖下去掌嘴。娘娘恕罪，娘娘恕罪，臣妾这就去。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皇上，在外就听见宫里吵吵闹闹，究竟所为何事？皇上，淑妃听说乐婕妤书法极好，想请她抄经，也是一心为着江南百姓祈福，为皇上分忧。可乐婕妤妹妹嘴上应承臣妾，人却推三阻四，不愿起身。既是抄经，必定亲力亲为，方显心诚。一阵看就不必难为乐婕妤。皇上，罢了，既然贵妃说乐婕妤字写得好，那就来朝阳宫抄给朕。臣妾接旨。温玉冕，温玉冕，没有你的帮忙，我照样能进朝阳宫。到时怀上龙嗣，我就能狠狠地把你踩在脚底下。你不会以为得了皇上的宠幸就能怀上龙胎吧？当然能，吃了生子丹，我就是易孕体质，只要一次承宠，我就能怀上皇嗣。你说你不能孕育，光有这美貌有什么用？后宫佳丽3000，多的是容貌上好的女子，皇上很快就会忘了你。想皇上龙嗣，那也要皇上碰你才可以。可惜有我在，你休想认证皇上半分。皇上今夜有事儿，命奴才先送婕妤回宫。什么？问谁的誓言，真气爱恨偏跹。看晚风细剑，泯灭谁的香烟。怪命运多舛，逃不出旧人旧年，旧事旧人言。生世辛苦，四野祝福，看来半生缘，百炼飞舞。只剩忘忧念出奔赴。当一场悲欢离合，是梦。一个人喝酒，就喝了一点点。你可知自己在做什么？臣妾知道，臣妾胆小，平时不敢接近皇上。不过此刻是在梦里，臣妾还是敢的。
皇上，皇上，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凶啊？这叫爱。你我混淡不清的心火归去。我本来已经侍寝了，皇上突然有事，让人把我给送了回来。别让我知道这是谁搞的鬼！主子，慎言慎言，切莫被人听了过去。我要是发现谁这么做，我定把他千刀万剐。主子，你看，温云眠，你还真是下贱！以为我在朝阳宫和皇上侍寝，就不会有人发现你与人秽乱宫闱，与人私通。这可是你自讨苦吃，怪不得我。你说云昭仪在自己的牡丹轩与男人私通，才进宫没多久，她竟有这个胆子。娘娘，臣妾亲眼看到那个男人抱着的正是温云眠。你与温云眠是亲姐妹，一同入宫本可守望相助，为何反将此事告知于本宫？娘娘，我们虽为亲姐妹，但在侯府，她为嫡女，我为庶女，她处处欺负我，因此我和她没有半分姐妹情分。娘娘，只要将她捉奸在床，哪怕皇帝不赐她针灸，定会将她打入冷宫，让她永不翻身。好，本宫就信你一次。来人，随本宫摆驾长乐宫。各位娘娘，各位主子，你们这是做什么？云昭仪品行不端，深夜与男子私通。我奉贵妃娘娘旨意前来搜查牡丹轩。冤枉呀！我家昭仪主子身体不适，早已歇下，怎么可能做出这种秽乱后宫的事啊？冤枉不冤枉？搜查完不就知道了？这牡丹轩里没有藏男人，你家主子不就清白了？来人，给我搜！不行，今日你们搜了，即便我家娘娘是清白的，明日宫里也会传得沸沸扬扬，那我家主子的声誉岂不是毁于一旦啊？哎，贱婢，废什么话！再敢阻拦，贵妃娘娘饶不了你！不要！大胆云昭仪，不知廉耻！你们都听见了吧？来人，给我把门撞开！温云眠，今天你死定了！来人，昭仪温云眠秽乱宫闱，把他给本宫拖出来！让臣妾来。皇上！混账！都给朕滚出去！你们还不快滚出去！皇上，求皇上饶命！臣妾不知道您在这儿，冒犯了你，求皇上饶命！皇上，您为何会在牡丹轩？乐婕妤，你以下犯上，竟敢入夜私自闯入其他嫔妃宫内。皇上饶命！臣妾听说有男人进了牡丹轩。乐婕妤马上将此事禀告臣妾，臣妾担心有人秽乱后宫，令皇室蒙羞，所以不敢耽误，马上带人来牡丹轩确认。是臣妾思虑不周，来的不是时候。
惊扰了皇上。这些都是传言，与云昭仪在一起的，一直都是朕。从今以后，若再有人敢捕风捉影，朕绝不轻饶。皇上应是担心今夜之事会被人用来重伤我，他开始为我着想了。乐婕妤，你听信谗言，以下犯上，罚俸3个月，以儆效尤。臣妾遵旨，臣妾再也不敢了。至于舒贵人，听信小人谗言，罚朝宫规3遍。臣妾遵旨。都退下。皇上就这么轻飘飘的罚了秦淑玉，看来想要扳倒他，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。皇上，幸好有您给臣妾做主，否则娘娘定要误会臣妾了。你真的觉得舒贵妃只是误会？当然了，贵妃娘娘又不会无缘无故的刁难臣妾，定是一场误会。放心，朕以后会好好保护。秒从进步里速写成一种寄托，风流种种的寄托。皇上，臣妾今夜不想你走。跌多就等这位看法就活该了。你这是在向朕邀宠吗？臣妾是觉得皇上看上去好像有些不开心。你可知窥探帝心乃是死罪？臣妾一心爱慕陛下，能替皇上分忧，臣妾死而无憾。可惜，他也不在人世了。3月天雨后的街，淡淡的灯火在迷雾中似隐似现。寂寞的夜，逆流的烟，音乐回荡在耳边。前世的缘，今生的劫，随风飘散的云烟。爱妃真是欲罢大胆。那段离别，是谁让我欢喜梦今夜求皇上旨意，爱爱恋恋，情世的缘，让臣妾来伺候皇上。那些风花雪月换的苍老容颜，不知爱的是苦还是甜。一年一年等的是缘，一针一线缝的是结。岁岁月月年年，如今看来是等闲。时机到，鱼儿已经上钩。娘娘饶命！臣妾真的不知道跟我雨绵在一起的是皇上。贱人，胆敢欺骗本宫！你跟温云绵那个狐狸精就是一伙的，你们俩就是合起伙来欺骗本宫，让本宫失去皇上的宠爱。什么？皇上昨夜确实留宿了牡丹轩，奴婢听说夜里叫了6次水。来，本宫亲自教训这个贱人！贱人，让你欺骗本宫！贱人，让你欺骗本宫！贱人！主子昨夜去温泉池戏水，还特意让奴婢备了酒。
难道主子早就知道皇上会来吗？皇上曾喜欢一民间女子，那女子为救皇上而死，昨日便是他的忌辰，而我与他又恰巧有几分相似，所以我笃定皇上会来。我家主子可真厉害，温云眠，你这个贱人，把我害得好惨！我害你，分明是你想要贿赂后宫的罪名，借舒贵妃之手置我于死地。没错，我就是要杀你！要不是你这个狐妹子勾引皇上，皇上怎么可能让公公把我送回朝阳宫？你在打我！你再闹，我不介意再赏你一巴掌。别以为皇上心里有你，你就可以把我踩在脚底下。温乐言，你想死，别拖整个侯府给你陪葬。昨天如果不是皇上在，牡丹轩被你们这么一闹，所有人都会认为我跟人私通，你可知这会是什么下场？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等我生了皇子，把你狠狠踩在脚底下，这就是你的下场。你，即便孟姨娘没教过你什么叫同气连枝，但高门大户一损俱损的事，你听得还少吗？好，孟姨娘不教你，我替她教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也敢教我？蠢货！如果皇上因为传言处置我，对侯府而言，用命换来的军功都叫一笔勾销；对你而言，从此休想再爬上龙榻。你危言耸听，你想吓唬我？吓唬你？你还当真是脑子空空了？侯府因我获罪，同为侯府之女，皇上就算不杀你，也绝不想再看到你。到时候你的蔷薇阁和冷宫又有什么区别？好像有点道理。可前世我被打入冷宫，他温人眠不也好好的吗？他肯定是故意这么说的。哼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，除非你让皇帝早点宠幸我。这2日盯紧他，别让他再给我惹事。小主，就这么一路气着回来的？哼，主子银耳羹还没有送进去，贵妃娘娘就来了。我家云主子为皇上解乏，亲手做了玉竹银耳羹，还请公公帮忙呈给皇上。哟，这是哪位妹妹送来的？这么心疼皇上，皇上知道了，不得好好疼惜这位妹妹才行。回娘娘，是牡丹轩的云主子派人送过来的，说是亲手为皇上做的银耳羹。本宫也是来给皇上送百合莲子汤的，请公公为本宫通报一声。皇上早已命奴才在这里等着娘娘了，还请娘娘随奴才进去便是。只可惜昭仪妹妹这份心思了。这有什么好气的？我才刚进宫，自然比不得贵妃。我是气，反正我做不到像其他人那样，过个2天气就消了。想要赢得圣心，哪有那么简单？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答应过臣妾，一天只批50本奏折的。看来朕是愈发骄纵了，连朕手里的奏折都敢抢。看样子，皇上并未因那晚捉奸的事情生我的气，臣妾只是想您了。今晚可否让臣妾留在朝阳宫陪着皇上？爱妃，你觉得呢？
云昭仪排场可真大，本宫都要在这里等你过来。参见皇后娘娘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千岁。今日差点误了向娘娘请安的时辰，臣妾自请禁足3日，为娘娘抄经祈福，望娘娘恕罪。云妹妹并未误时，不必如此苛责。宫里最忌讳恃宠而骄，只怕云妹妹会惹来姐妹们不满。我这姐姐岂敢不满？听说上次昭仪妹妹侍寝，一夜叫了6次睡。试问满宫的姐妹，谁有这样的殊荣？真是羡煞旁人啊！哼，我倒是不羡慕。宫中侍寝也是有规定和规矩的，像你这种半夜勾走皇上的狐妹子，轻则打入冷宫，重则凌迟处死，父兄流放都没有好下场。娘娘，这半夜侍寝截胡的风气一旦传开，后宫规矩如同虚设，若日后嫔妃们争相效仿，这该如何是好？既然都知道破坏规矩的结果是九死一生，那诸位姐妹究竟是怀疑皇上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，还是怀疑内务府进士房每日都是无所事事？云昭仪巧舌如簧，皇后难道也不管吗？还是说皇后娘娘有意纵容这种行为？若是本宫没有记错，贵妃妹妹最是擅长这种招数，难不成往日里妹妹都是故意勾引皇上不成？云妹妹，别站着，坐吧。谢娘娘。小贱人，你给我等着！和我一同入宫的，都已奉召承恩。我什么时候才能坐上凤鸾承恩车去侍寝？皇后娘娘不都已经答应主子，等过2日皇上得了空，自然会提醒皇上来宠幸主子的。想来应该是快了。皇后被舒贵妃压一头，且没有生子，不知能不能帮到我。今天还是温玉眠那狐狸精侍寝。不行，我得自己想办法。主子莫急，忙中易错。依奴婢来看，不如让老爷帮忙想想办法，替主子说几句话。前朝后宫虽然不能有什么牵扯，可若是婉转的提醒，说不定能让皇上想起主子呢。你这个办法，我即刻就给父亲写信。昭仪主子，这是皇上特意赏赐给您的。皇上竟将如此珍贵之物赠予臣妾，臣妾不甚感激。云主子可真是好福气呀！不过奴才听闻，昭仪第一次侍寝被打，乐结于大闹牡丹轩捉奸，这一切都是因为舒贵妃争宠擅妒，不容他人。昭仪如今可是皇上心尖上的人，若是您向皇上哭诉委屈，想必皇上定会为昭仪做主。公公是皇上身边的心腹，从不站队，今日却同我说这些，必是皇上授意。君臣羽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变成你手里的刀，利用我掀起温情两家的斗争，然后你好坐收渔翁之利？上一世温情两家斗得两败俱伤，你不但废了我这个皇后，甚至还想处死我。皇上，皇上，臣妾久居深宫，丝毫不知父亲有谋反之心，请皇上明鉴。皇后温氏勾结前朝，前结党羽，
罪不可赦。朕今日废温氏皇后之位，赐白绫1丈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皇上你怎么了？皇上你怎么了？皇上，若不是你突然驾崩，我恐怕也不会成为太后。所以这辈子我绝不会再傻傻的付出真心，被人当棋子。苗儿，你怎么一言不发？是不是受了什么委屈，要同朕说？皇上，到底谁欺负你了？跟朕说。皇上，臣妾想家了。苗儿，原来你对侯府的感情是如此的深厚。臣妾能进宫，得到皇上的疼爱，有这样好的福气，臣妾此生无憾。可臣妾的母亲却没有这么好的福气。难道侯爷对夫人她……父亲心里从来都没有母亲，在府中也一向苛待于我和母亲。所以刚才你是因为这件事才哭？臣妾不敢撒谎。臣妾昨日收到家书，说父亲喝醉了酒，想到母亲身为正妻，却生不出儿子，只是侯府无人继承爵位，父亲便生了好大的气，跑到母亲院里将她打了一顿才泄愤。莲儿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一个公道，不会让你母亲白白受委屈。真的吗？君无戏言。是朕多虑了吗？绵儿如此脆弱爱哭，哪里会有什么心机呢？看来是朕误会她了。皇上，臣妾想你。绵儿，还是你昨晚哭起来更动人。皇上，你好坏。这个云昭仪太不得了了，竟然让皇上一夜叫了7次水。等他睡醒，再送他回去。是。君臣玉，上一世我是真的爱过你，可你的绝情让我无法不倾心。爱我的时候将我捧上天，什么都可以给我；不爱我时便将我弃如敝履。所以今生我只想好好活下去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云昭仪华美妙仪，温柔娴雅，特赐封号元清子。多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有劳公公了。恭喜原主子了，往后您前途无量。奴才先行告退。恭喜小主，贺喜小主！虽然宫里的昭仪不是独一份，但是皇上主动赐封号的还是头一次呢。一个封号而已，就高兴成这样，傻丫头！小主，小主，不好了，皇上他晕倒了！什么？
参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、纯妃姐姐。温云眠，今日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皇上，你总算醒了，臣妾担心坏了。朕究竟是怎么了？皇上的身子一向康健，为何会突然晕倒过去？还晕了这么久，院判可查到是什么原因？啊，回皇上，回皇后，皇上这是中毒了。什么？何人敢对皇上下毒？皇上每日膳食皆有人试毒，从未出现过中毒一事。确实，皇上所中之毒并非来自膳食，而是一种能令人食髓知味的药。什么？此药名为桃花银。民间有女子曾用以与丈夫欢好，致使丈夫流连忘返，但此药过于凶猛，男子使用之后便会耗尽气血而亡。贱人！昨晚你才到朝阳宫侍寝，今早皇上就病了。我原以为是皇上疼惜你，没想到你竟敢给皇上吃那虎狼之药。温云眠，你的好日子这下到头了。是不是你做的？不是臣妾，真的不是，臣妾哪有胆子敢谋害皇上？臣妾绝不会这么做。皇上，元昭仪本就得皇上喜爱，没有必要再用这种手段。况且这桃花银药效凶猛，实在太容易被人发现。这么做未免太过冒险了。娘娘说的是，想用这种手段留住皇上的，想必是那些久未承宠的人吧。眼下后宫里还未受宠的，不就只有一个吗？皇上，真的不是臣妾，臣妾今日之前从未见过皇上，怎么可能给皇上下药？再说，这是诛九族的罪，就算给我天大的胆子，我也不敢啊，皇上。没错，除了你以外，本宫想不到谁还有机会下药。依本宫看，若你真的问心无愧，不如让人去搜一搜你的牡丹轩。皇上，你也不相信臣妾吗？来人，搜牡丹轩。没想到讨厌您的人这么多。启禀皇上，臣妾方才派人仔细搜查了牡丹轩，这个元昭仪果然心怀不轨，这些药丸是在牡丹轩粉红菊瓣上找到的。你怎么会找到？所以，真的是你给朕下的药？皇上，启禀皇上，这些药丸确是桃花银。事到如今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求皇上明鉴，臣妾是冤枉的，这不是桃花银，不是啊！袁妹妹，你太糊涂了，就算是求宠心切，也不该给皇上用那种脏药。现在不仅自己要掉脑袋，恐怕整个永义侯府都要跟着遭殃。臣妾冤枉，臣妾真的没有对皇上下药。皇上，求你相信臣妾这一次。那你说，这个药丸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臣妾不能说。好，你让朕相信你，可是你又不给朕说这到底是什么药。好，那就不必再说了。来人，废温氏昭仪封号，赐白绫。皇上，臣妾愿意说，这药丸真的不是桃花银，是臣妾特意为皇上调制的补药。还敢狡辩？补药？你一个昭仪懂什么药理？徐公公，还快把人拖走！
贵妃娘娘何必急着叫臣妾去赴死，连分辨的机会都不愿给臣妾吗？还是说，娘娘有什么顾虑？休要胡说，本宫有什么顾虑？舒贵妃，皇上尚未决断，就容元昭仪说完吧。皇上，臣妾从小就学习药理，叫皇上每日消肝劳血，臣妾心里不忍，于是就调制了补气凝神的药丸，放在屋内各处，盼着皇上来牡丹轩的时候，能闻着药香调理身体。荒谬至极！方才院判都说是桃花银了，你还在这里颠倒黑白，蒙混过关。可院判仅凭色泽气味就妄下断言，分明是想构陷臣妾。皇上，院判执掌太医院10数年，岂容这个贱人信口雌黄？皇上，殿外还有2名太医候着，不如叫进来一起辨认。宣。启禀皇上，这确是桃花银，微臣附议。不可能，皇上，他们说的都是假的。元昭仪，你就不要再胡搅蛮缠了。求皇上宣太医院糜太医觐见。臣妾听闻他医术精湛，若糜太医也说这是桃花银，那臣妾愿以死谢罪。好，朕就让你死个明白。传糜太医。微臣拜见皇上、皇后娘娘、贵妃娘娘。糜太医，你可认得此药？太医院没人敢得罪本宫，这小太医应该是个聪明人吧？启禀皇上，此药含有多种药材，能够凝神静气，对男子身体颇有益。你说这不是民间情药桃花银？此药并非桃花银，微臣在民间见过桃花银，这二者所用药材完全不同，虽然色泽相同，但这气味和味道截然不同。放肆！院判和2位太医都已断定它就是桃花银，你就说不是？莫非你自认医术比院判还要高明？回娘娘，院判德高望重，在太医院无人能及，但对于医术，微臣还是颇为自信。微臣虽然不知道院判为什么说这普通的药丸是桃花银，但微臣以为这其中肯定另有原因。你竟敢污蔑本官！你是元昭仪推荐的，说的话本就不可信，谁知道元昭仪许了你什么？启禀皇上，微臣并不认识元昭仪，微臣愿以项上人头担保，此药并非桃花银。若皇上不信，可让太医院所有太医前来见证。你愿意用人头担保吗？皇上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微臣老眼昏花，你过于担忧，孤儿一时弄错，请皇上饶恕微臣吧！皇上饶命啊！你们用这种手段，不知帮秦淑玉害死多少妃嫔，我岂能轻易放过你们？何来弄错医术？你们就是欺君罔上！皇上，糜太医说了，桃花银与臣妾所制的药丸全然不同，可他们却一口咬定这就是桃花银。若不是他们3人医术不济，那便是想故意诬陷臣妾，请皇上为臣妾做主。皇上，救人还是杀人，只在医者一念之间。3人今日险些害了袁妹妹，保不齐他日还会再生事端。来人，他们3个押上去，凌迟处死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饶命！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！竟然又让温如明这个贱人逃过一劫，本宫还白白损失了太医院的心意，
真是岂有此理！皇上，还是再好生休息一下，臣妾与妃嫔们就先告退了。倪太医，你留下。是。竟然又让这个贱人逃过一劫，真是可惜。皇上竟然没有留我在寝殿伺候，以往皇上身体不适，都是我陪在皇上身边的。听说皇上没留元昭仪侍奉，按说今日他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皇上理应安抚才是。这说明皇上确实是累了，需要休息，所以晚些时候自会召见本宫的，对吧？既然谁都没留下，那娘娘自是不必多虑。可是，本宫还是担心。你说，皇上会不会已经知道是本宫所为，所以生本宫的气了？娘娘不必担心，皇上没有当众迁怒您，自是不知情的。本宫也不想给皇上下那种脏药，都怪温元眠这个狐狸精，在皇上面前如此得宠，才让本宫失了分寸。若是皇上知道，怕是会更疏远本宫。这次全身而退，算他走运。不过娘娘不必担心，咱们做的毫无痕迹。那院子是乐婕妤搜的，院判是被糜太医推出去的。如今三人已死，更不会说出娘娘。温云眠，咱们走着瞧。今日之事真是令人后怕，幸亏主子谋略过人，不但让贵妃娘娘的诡计落空，还顺手除掉了她安置在太医院的心腹，否则咱们定然不能安然无恙的从朝阳宫走出来了。可皇上明知道我是被冤枉的，却为何没有将我留下安抚？真是不对劲。皇上也没留其他人在请件事情。说不定皇上只是大病初愈，又断了半天桃花营的案子，所以想让休息一下而已。不过主子是如何料到贵妃娘娘要用那下贱人吓你？我如今正得圣宠，舒贵妃早已把我当成眼中钉、肉中刺。今日皇上意外昏迷，不正是他除掉我的好机会？于是我提前检查牡丹穴，结果还就真就发现了毒药。所以我就提前调包，早早做好了应对。我家主子真是比男子还要聪慧。元昭仪，请留步。微臣谢过昭仪提携，若不是昭仪给微臣机会，让皇上看到微臣能力，微臣恐怕难有出头之日。糜太医既看得出我是在帮你，那就请务必抓住这次机会。我知你不是平庸之辈，但是否能被皇上弃用，还需看你自己的本事。微臣定服昭仪，提携之恩，他日若有出头之日，定有权相报。那我拭目以待。桃花营那件事之后，皇上已有4、5日不曾宣我进谏了，莫非出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？主子，刚才糜太医让奴婢给主子捎话，说皇上让他去朝阳宫诊脉解毒，得到了皇上认可，如今留在御前伺候。他还说，皇上前几日晕倒，不仅是因为服用了桃花营的关系，还因为侯爷在朝堂上惹怒了皇上有关。侯爷惹怒了皇上？说是侯爷在朝堂上向皇上提起
乐婕妤尚未侍寝之事，说她身体极好，容易有孕，让皇上为江山社稷和皇家子嗣着想，宠幸乐婕妤。郑国公也为侯爷游说，向皇上施压。父亲怎得如此糊涂？一个温乐爷已经够添乱，怎么连他也跟着拖后腿？可能侯爷以为攀附了郑国公，就有些底气吧。他哪里来的底气啊？郑国公权势滔天，势力盘根错节，令皇上忌惮。而他的女儿又身为贵妃，与皇上又是青梅竹马。可我父亲又有什么倚仗？一旦被郑国公抛弃，恐怕不到一日就会被皇上连根拔起吧。元瑶，准备热水，我要沐浴更衣。主子，您真的要穿成这样去见皇上吗？怎么，不好看吗？好看，极好看。奴婢是怕皇上把持不住，就是要他把持不住，去把改过的官袍拿过来。哎呀，主子，衣服领口处有几处开线了。这样才方便直接撕开。可是，皇上可是累了，不如让臣妾伺候皇上歇息吧。你先去沐浴吧。是。皇上，糜太医来给您请平安脉了。宣，参见皇上。太医，朕的身体怎么样了？皇上龙体康健，已经恢复的差不多。是吗？我看你这小太医医术不精啊。求陛下开恩。假冒太医接近朕，你可知这是死罪？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来朝阳宫接近朕？臣妾实在想念皇上，打听到糜太医晚上会为皇上请平安脉，臣妾便大着胆子想在糜太医之前先来见皇上一面。你胆子还真不小。臣妾冒着杀头之罪，都要进来见皇上，如今既然被皇上看到，臣妾这就出去领罪。皇上，臣妾好想你啊！你是不要臣妾了吗？朕怎么会不要你？皇上，惠昭也还在沐浴，臣妾不能夺了别人侍寝的机会。臣妾还是走吧。那朕明日再去看你，到时候还穿这身衣服给朕看病。
是。先回去吧，把这身衣服换了再走，免得着凉。皇上，臣妾好像崴到脚了。皇上，臣妾好痛，你能不能抱抱臣妾啊？来人，送惠昭仪回去。那臣妾呢？你留下，但是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公公，是不是弄错时辰了？我还没侍寝呢，怎么就要送我回去啊？昭仪，这是圣上的旨意，您还是请回吧。爱妃，站住！臣妾不知，还请皇上明示。徐公公，是谁抢了我的机会在里面侍奉皇上？你若是不说清楚，今夜我是不会走的。惠主子，这朝阳宫可不是您能随意打听的地方。若是您再这么不懂规矩，惊动了圣上，那可就不是送您回去这么简单了。我侍寝的机会得来不易，若是让我查出今夜是谁抢了我的机会，定扒了他的皮！好寻林上披上的头，无限情歌凭心眸。若有知己共桥上，不枉此行路余生。灵儿，我是谁？你是皇上，我是你的谁？你是我夫君。乖，再叫一遍。夫君。一夜狂风骤雨，应是让君臣欲极尽沉沦。看来，就算他对侯府不满，暂时也不会牵扯到我身上。否则，以他的脾性，绝不会留我在朝阳宫安安稳稳睡到自然醒。主子，凤仪宫的嬷嬷到牡丹轩请您过去。听说贵妃娘娘和诸位主子都到了，说是皇后娘娘传召，就等您了。鱼儿上钩了。臣妾恭请皇后娘娘金安，不必多礼。
臣妾参见贵妃娘娘。袁昭仪，你可知罪？臣妾不知，请娘娘明示。来人！袁昭仪可认得他们？臣妾认得。入宫前，两位嬷嬷曾为臣妾检查身子。认得就好。本宫记得，无法生育的女子不得入选秀。虽然袁昭仪姐妹二人免选入宫，但仍需二位嬷嬷到侯府替袁昭仪检查身体，确认无误，才可以入宫侍奉皇上。可如今，本宫却听说袁昭仪幼时身子受寒，所以终身不孕。为何没有禀告？娘娘明鉴，奴才真的不知道袁主子她身子有损，无法生育之事。那日替袁主子检查的时候，分明还是好好的，有疑侯府也不曾告知啊。这么看来，那就是袁昭仪为了进宫弄虚作假，故意隐瞒。我终身不孕，原来她生不了孩子啊！就算是日日承宠，也不可能怀上，是吗？纯妃，慎言。袁昭仪无法生育一事，尚未定论。本宫觉得，娘娘，事关皇嗣，不容有误。依我看，既然无法确定，那就请太医来把把脉，不就一清二楚？那便宣太医来吧。若是被查出无法生育，按照宫规，可是要被送去护国寺的。我的好姐姐，看来你一辈子只能念经诵佛，孤独终老了。如果她被送走，我就能取代她的位置，得到皇上的宠爱了。昨夜朝阳宫传出来的声音，就是这个贱人的。臣妾不知，还请皇上明示。臣妾不知，请娘娘明示。竟然抢走我侍寝的机会，这种狐狸精就不该留在宫中。启禀皇后娘娘，原主子体质阴寒极重，恐是难有生育。我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是。哎呀，可惜了皇上的圣宠。娘娘，昨夜惠昭仪侍寝也叫了7次水，圣宠后继有人啊。臣妾昨晚更衣后被送出朝阳宫，侍奉皇上的人其实是袁昭仪。又是温云眠这个贱人，每次都能让皇上为他破例。这次无论如何都要把他送出宫去。皇后娘娘，袁昭仪既无子嗣之能，又独占圣宠，还几次三番犯了后宫规矩，臣妾请废其位，逐出宫去。皇后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臣妾。朕竟不知有人要背着朕袁昭仪出宫。皇后不必多礼。你们先起来吧。究竟发生何事，闹出如此大的动静？舒贵妃因袁昭仪难以隐孕，恐其祸乱后宫，所以求臣妾将袁昭仪送去护国寺。是你提议的？臣妾一心为皇室子嗣着想，而且妖妃祸国，按例都要送去护国寺清修。诸位姐妹也都同意。皇后，你怎么看？臣妾觉得袁昭仪还年轻，太医诊脉也未断言不孕，不如让她暂留宫中，
万一以后承受雨露多些，有身孕了也说不准。这如何使得？规矩就是规矩，岂能因他一人更改？皇上，膝盖可是疼得厉害。臣妾不疼，多谢皇上关心。先坐下，朕不会让你离开。臣妾相信皇上。你们也先坐下吧。从前皇上不会当着我的面如此重视一个女人，为什么现在却如此在意温云眠？这个贱人到底有什么好？袁昭仪不孕一事，朕已经知道。西域曾进贡的9转文羽丹，可调和阴寒体质，滋补身体，有助于治疗子嗣艰难的问题。来人，快去太医院把文羽丹全部取出来，送去袁昭仪的牡丹轩。皇上，是。我故意放出不孕的传言，是为调出秦书玉安插在牡丹轩的眼线。没想到君臣玉竟一点也不在意，还赐药助我有孕。如此珍贵的药，一共只有6颗，皇上全都给了袁昭仪，这只怕没有必要吧？那不是跟我的易孕丹相似？可恶！这种好东西，皇上怎么都只给他一个人？怎么，你们也跟袁昭仪一样，子嗣艰难？朕格外疼你一些也无妨。传朕旨谕，袁昭仪性柔文静，今日册封为嫔。臣妾多谢皇上厚爱。这2日尽快交给外族。主子可要给侯爷写一封信。侯爷在朝堂上为乐婕妤进言的事，可是差点连累了您。父亲本就固执，跟他说再多也无济于事。我必须寻求一个更有力的娘家人作为靠山。是，我自幼由外祖带大，他比父亲更靠得住。秋回来了吗？已经在门外候着了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见过主子。秋葵，我打算提拔你做2等宫女，你意下如何？多谢主子赏识，奴婢以后定会继续尽心尽力伺候主子。尽心尽力？怕是给舒贵妃尽心尽力吧？只是在我这儿能做2等宫女，到了延禧宫，恐怕扫地都轮不到。主子这话是何意？奴婢与延禧宫不曾有往来啊！我不愿一事，难道不是你告知舒贵妃的？主子，奴婢毫不知情，奴婢与贵妃娘娘毫无关系，还请主子明鉴。那你不妨解释解释，你一个3等宫女，哪来如此贵重的物品？若我现在提你去见皇上，你猜舒贵妃会不会悄无声息的了结？若我现在提你去见皇上，你猜舒贵妃会不会悄无声息的了结？奴婢错了，奴婢不该帮着贵妃娘娘害您，还请主子开恩，给奴婢一条活路。奴婢家中父母病重，2个幼弟无人照看，奴婢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才答应贵妃娘娘的。舒贵妃许诺给你什么好处？每月多给奴婢一些夜钱。你还做了些什么勾当？上次贵妃娘娘让奴婢放了一包药丸在牡丹轩内。舒贵妃做的这些阿杂事，是时候让皇上知道。你可以证明这些事是舒贵妃指使你做的吗？主子，奴婢是不是没有活路了？你一早就知道这是条死路，你既已背叛我，我便不可能再用你。
若你被遣出牡丹轩，舒贵妃定然知道你已败露，恐怕不只是你，到时候你的家人也会凶多吉少。但你若把惹下的麻烦处理干净，我可以让你的家人后半辈子衣食无忧。而你在新者库服苦役的亲妹，我可以送她出宫，为她找个好人家过日子。主子，这3字便是证据。奴婢把桃花银放好之后，舒贵妃随手赏给了奴婢。主子想要奴婢怎么做？你现在就去延禧宫，说我已经发现了你的罪行，并且准备带你到皇后娘娘面前去告状。是。那奴婢去了。主子，您就不怕秋葵靠不住，或者舒贵妃对他下手吗？您筹谋了这么久，可不能轻易放过舒贵妃。放心，你主子我是个有仇必报的人，他如此歹毒，一再陷害我，我这次绝对不会让他逃。给我盯紧秋葵。是。皇上私底下定然早已查清桃花银一事，我只有借秋葵将舒贵妃的恶挑明了摆在皇上面前，才能让皇上对她彻底失望。床子欢愉不过是让君臣玉注意我的短暂手段，唯有成为他心尖上的人，才能活得好，活得长久。娘娘，出事了！娘娘，元嫔怀疑奴婢是娘娘派去的人，怀疑是奴婢把桃花银放进牡丹轩的，于是他准备去禀告皇后娘娘，奴婢是趁其不备才跑出来的。你这个蠢货，都不知道谨慎点！娘娘息怒，听闻皇上今夜会留宿在凤仪宫。废话，本宫难道不知道吗？还不赶紧想办法！若让皇上知道，又要生本宫的气。奴婢有个办法，能倒打一耙，让他有苦说不出。臣妾见过皇后娘娘，不知皇后娘娘找臣妾何事？元嫔禀称，无意中发现秋葵是你派去牡丹轩的人，而且还受你指使几次陷害他。此事当然不能只听元嫔一面之词，所以本宫将你找来，你们2人当面对质，本宫方可定夺。哼，笑话！本宫是堂堂的贵妃，有必要害你一个小小的嫔妃吗？你说本宫指使秋葵害你，元嫔，你可有证据？皇上驾到！给皇上请安。这么晚了，大家都在凤仪宫，这么热闹，不如说出来让朕也听听。皇上，元嫔听说那牡丹轩的秋葵受臣妾收买，想要谋害她。元嫔虽是得了皇上的恩宠，但理应恪守宫规，安分守己，怎可恃宠生骄，将这种脏水泼到臣妾头上来？启禀皇上，臣妾已将秋葵带至殿外候长，是非曲直，把她押上来，便可说个清楚，免得有人说臣妾构陷。温云冕，你个蠢货！若不是秋葵与本宫商量好，又怎会轻易被你拉到凤仪宫来对质？来人，把秋葵带上来。参见皇上。你如实说来，若是今天说不清楚，这脑袋就别想要。回皇上，元嫔入宫后，贵妃娘娘把奴婢放在牡丹轩内，又令奴婢盯着元嫔，如是马上要向娘娘禀告。后来，贵妃娘娘给了奴婢一包药丸，让奴婢放进牡丹轩内，好冤枉元嫔。只是后来药丸被调换，没能得逞。后来奴婢才知道，那药丸就是令皇上昏倒的。
桃花阴，你胡说八道！皇上，臣妾一个小小的嫔妃，何须贵妃娘娘如此忌惮？若不是今日无意发现，还不是贵妃娘娘如何构陷？还请皇上和皇后娘娘替臣妾做主。你这个贱人，居然敢临时反水，看我将你千刀万剐！你知道，污蔑贵妃可是大罪。皇上，奴婢没有说谎。这是放好桃花阴之后，贵妃娘娘赏赐给奴婢的簪子。贱婢，本宫何时赏你簪子？分明是你偷走的，竟敢反过来污蔑本宫！我记得这个簪子是你去年说你不想戴的那只。皇上，臣妾真是冤枉的，这个簪子是他偷走的，不是臣妾给的，是元嫔叫这贱婢陷害臣妾的。休要攀咬！若不是你利用秋葵，她就是元嫔的一个粗使贱婢，怎么可能进得了你延禧宫，还偷你的簪子？滚回你的延禧宫去！朕不想再看到你。皇上，秋葵该如何处置？被逐的奴才不必再领，杖责50，逐出宫去。皇上，皇上，等着吧，秦淑玉，最多明日，皇上更严厉的责罚就会来，否则我岂不是白费心思？奴才记得，这屏风是当年贵妃娘娘刚入宫时所绣。那时的她，娇俏明艳，心思纯良，不像现在这样狭隘善妒，手段毒辣。奴才听闻，昨日贵妃娘娘回到延禧宫之后啊，这差点哭晕过去。终究还是性子急了些，这2日让她静静也好。朕当初对她爱意不假，但朕先是立他人为后，又因平衡各方权势，有了3宫6院无数妃嫔。说到底，朕对她始终是有所亏欠，就借着这次机会，让她好好反思，别再犯错吧。主子，要下雨了。这个时辰，秋葵应该已经被送出宫了。是啊，前世我与秦淑玉纠缠半生，所以深知她的性格。她做了那么多恶事，君臣玉都因为应试情愫，对她一再容忍。但今晚是她自作孽不可活，君臣玉心中对她的情分就要消耗殆尽了。皇上，奴才刚才得知，昨晚秋葵挨了板子送出宫之后，没过多久就被人给杀害了，连同他的家人也悉数被害，无一幸存呐。你可知是何人指使？回来禀告的人说，贵妃娘娘身边的张福海出现过。舒贵妃真是变得越来越心狠手辣。传朕口谕，舒贵妃品行不端，即日起夺写李6宫之权，禁足3月，降为庶嫔。每日罚抄女真女戒10遍，妃诏不得外出。是。大胆！本宫的东西，你们这群贱蹄子也敢抢？淑嫔主子，这些是贵妃用的东西，奴婢们当然要拿走了。贱人，都是一群贱人！就是因为秋葵这个蠢货，要不是他临时反水，本宫怎会如此狼狈？娘娘慎言，小心让皇上听见，更加对您失望。本宫不相信皇上会如此绝情，本宫要去见皇上。娘娘，
皇上在气头上，您说什么都没用。如今不如安静的待一阵子，让皇上气消了，您再去。当务之急是要培养自己人，不然这侍寝的机会都被元嫔占去了。一群贱人，都是来跟本宫抢皇上的。本宫凭什么让这群贱人爬上龙塔？提拔谁？说吧，你想让本宫提拔谁？娘娘觉得元嫔的妹妹一直为侍寝的乐婕妤如何？那个蠢货，他根本不是温云眠的对手，只会乱出主意，害了自己不说，还差点殃及本宫。提拔他有什么用？臣妾都打听清楚了，这姐妹二人一直有过节，乐婕妤一直被元嫔压制着，气恼得很。若乐婕妤得了恩宠，这才好给元嫔添堵啊。好，那就提拔这个乐婕妤，本宫就不愁没人给元嫔使绊子了。主子，怎么了？外面都在传乐婕妤昨夜侍寝，陛下对她很是宠爱。姐姐，姐姐，是在谈论我昨夜侍寝得宠的事吗？没错，进宫到现在终于实现了，我真是替你感到高兴。我看得出来，你表面装作风淡云轻不在意，其实都是装的。不过没关系，你很快就能看到我是如何青云直上的了。我的好姐姐，我真该给你道歉，毕竟我还是把你的生活给抢了。啊，这个时候皇上送的如意和合扇快到了，那我就先回去看看了。要怪就怪你没有重生，连老天都不站在你这边。微臣参见元嫔。外祖，不必多礼，请坐吧。近来家中一切可还安好？啊，承蒙元嫔照顾，一切都好。外祖，我需要一个强势的娘家，否则我在宫中会孤立无援。父亲待我与母亲不好，我因此无法依仗侯府。不知外祖可愿做我的后盾？微臣只恐人微言轻啊，怕护不了嫔主周全。眼下有个机会，可保顾氏一族荣华富贵。10日后，云城将有水患，当地官员勾结贼寇谋利作乱，暗伤河道总督，将其尸首掩埋，意图隐瞒朝廷。5日后，外祖让表哥在朝堂上主动请缨，前去云城治理水患，暗中捉拿贼寇。如何揭发作乱官员，拯救河道总督？打开一看便知。嫔主怎会知晓10日之后的事情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自幼由外祖抚养长大，绝不会害外祖一家。只是表哥性格孤傲，未必肯出面去做，还请外祖好好劝导。好，此事包在微臣身上。放肆！乐婕妤见到我为何不行礼？还请惠昭仪见谅。昨夜伺候皇上，我这腰酸背痛的，腿都酸得弯不下来了，就不能给你行礼了。姐姐不会见怪吧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才侍寝几次就敢招惹？昭仪别生气，等会儿凤良春恩车会来接我。要是皇上看到我受了委屈，肯定会过问的，小心昭仪吃不了兜着走。不过才承宠了几日而已，便眼高于顶，如此放肆。你以为皇上真的重视你？依我看呢，你怕是连元嫔的头发丝都比不上。就凭他，可惜他不会有孕，承宠再多次都不会。我可不一样，我柔一受孕。哎呀，你信不信？
我马上就能怀上双胞胎。奴才见过二位主子。婕妤，皇上吩咐奴才给您带话，婕妤今日就不必去朝阳宫侍寝。皇上是有什么要事吗？奴才只听闻皇上好像去了牡丹轩，其余的奴才便不知了。乔乔，我刚才说你的恩宠不如你姐姐，如今看来我说的真是没错。还是头一回见着有人被翻了牌子，门儿还没出就被退回来了。有的人呢，没有那个命，偏还招摇的不得了，如今不就被打脸了吗？为什么温云眠那个贱人非要抢我的？为什么就偏非要跟我作对？主子，小心隔墙有耳。温云眠这个贱人！主子，奴婢听说云城水患之事，皇上派的是原平外祖家的表哥顾蔚蓝前去剿匪赈灾。此次他大胜归来，想必皇上是为了表圣恩才去看望原平的。什么？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让孟家派人去？温玉眠的表哥立了功，岂不是要加官不爵？什么仙境都被他抢了！主子，我们还是好好想想该怎么顾宠吧。主人不明明可以抢占先机，没想到次都被温云眠抢了风头。既然没能比过他，这一世绝不能再输给他，我要到死！参见皇上。眠儿不必多礼。臣妾见皇上来时，眉间略带忧愁，可是有什么烦心之事？上次淑嫔的事，委屈你了。朕这几日都没过来看你，你会不会怪朕？当然不会。皇上为臣妾已经将淑嫔降为禁足，这对臣妾来说已经是莫大的恩宠，臣妾岂会委屈啊？莫非皇上是因为顾虑臣妾的感受，所以才心烦的？眠儿，前线打了胜仗，领军的是淑嫔的兄长。为了安抚将领，朕恐怕会解除淑嫔的禁足。只是这样一来的话，又要委屈你了。只有安抚良将之心，才能振军心、定民心。皇上所做都是为了天下百姓。边关疆土，臣妾岂会委屈啊？况且，臣妾想得到的公平公正，陛下已经给过了，臣妾知足了。他竟有如此胸怀，肯为朕委曲求全。放心，朕以后会好好补偿你的。能进宫陪伴皇上，就是对臣妾最大的补偿。皇上是臣妾爱慕之人。臣妾只希望能待在离皇上近一些的地方，即便遥遥相望，臣妾也心满意足了。如今心愿所偿，臣妾不胜欢喜。可是眠儿，这后宫之中风波诡谲，尔虞我诈，你只凭爱意，不谋求权位，该如何立足？皇上会护臣妾周全的，即便前路再艰险，为了皇上，臣妾也心甘情愿。皇上，今夜可否怜爱臣妾？莲儿，你可知，在这后宫之中，不争权夺位是活不下去的。如果你想，我会帮你的。若你有能力的话，就让朕来托举你。酒一杯，逍遥再上映，提一笔，故人同归去。不过是挑个自己喜欢的结局。
他不是一向最讨厌玩弄权势、狼子野心的废片吗？短语兵器渐入境你，聊聊心事，只不负众生而已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元平温氏云绵，今其表兄钟情茂卓，功在社稷，朕心甚慰。念其家风淳厚，更兼元平秀外慧中，温良敦睦，特晋封为元妃，赐居长乐宫主位，钦此。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臣妾给皇后娘娘请安。听闻妹妹荣升元妃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来人，把我那对玉如意耳环拿过来，送给妹妹做贺礼。蒙皇上和皇后娘娘厚爱，臣妾不胜感激。珍妃有什么了不起的？能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坐下去才是本事。光侍寝不怀孕，升得再高也没用。某些人连侍寝和升位分的机会都没有，就不必替本宫操心了。你马上就到年下了，淑嫔虽被皇上解了禁足，但在宫中还要谨言慎行才好。上次的事情要引以为戒。是。同为姐妹，温乐嫣却是个蠢货。本宫帮她安排了事情，也不见皇上再宣她入朝阳宫，真是一点都帮不上本宫。淑嫔娘娘从前张扬跋扈，现在变得好相处多了，可见这禁足真能让人修身养性。一群贱货，等本宫复仇之日，要将你们一起打入冷宫。本宫今日叫诸位妹妹前来，也是为了年下的采买和布置。乐婕妤，好端端的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抱歉，我也不想打扰各位姐姐们，只是我昨日身子不爽，请了太医来看，才发现臣妾早已怀孕多日。莫非她真的有孕了？你怀有身孕了，这么快？又是一桩大喜事啊！来人，快把皇上请来。易孕丹果然厉害，你们等着，我不但会生下皇长子，我还要为皇上生下第二个、第三个，而且我的孩子还会是未来的皇帝。诸位姐妹都为乐婕妤高兴，怎么就元妃一脸的不乐意？是觉得乐婕妤抢了你的风头吗？元妃心里不舒服也是自然，她不惜坏宫规，几次截胡，侍寝多次，却也比不上妹妹的肚子争气。乐婕妤只侍寝了一次，就怀有娄嗣。哎呀，造化弄人呐！都是出自侯府，命运却如此天差。皇后娘娘，臣妾觉得还是让太医给乐婕妤好好看看吧。姐姐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意思我是在造假喽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先起来吧。多谢皇上。我都怀孕了，在皇上心里还比不上温玉绵这个贱人。方才皇后派人禀报，说你怀有身孕，此话当真？太医已来看过，臣妾已怀孕数日了。这是皇上的第一个孩子，
也是后宫的一件大喜事。乐婕妤怀上皇嗣有功，朕决定晋封她为嫔，赐封号为仪。皇后觉得如何？所乐虽不同，同归是其宜。臣妾觉得甚好。臣妾谢皇上，谢皇后娘娘。恭喜妹妹，还望妹妹顺利诞下皇子，晋升一宫主位。恭喜宜嫔。啊，皇上，宜嫔怀孕多日有余，不如让她先回去，好生休养。朕觉得皇后这个主意甚好，朕陪她一起回去。温云眠，从我选择易孕丹开始，你的好日子就到头了。蠢货，这后宫里针对你的阴谋阳谋才刚刚开始，能不能顺利生产养大都尚未可知，可笑。奴才内务府总管张德全叩请元妃娘娘万福金安。有劳张公公了。这都是奴才应该做的。这是内务府新入的云华浮光锦，皇后娘娘特意吩咐赏给您的。皇后娘娘慈心，臣妾感激不尽。待晚些时候，本宫再去向娘娘谢恩。奴才等先行告退。主子，元妃娘娘恕罪，方才数量送错了，多往您宫里送了一匹。张公公命奴才特来取回。谢娘娘。内务府怎能如此粗心？分配好的布料还能送错？皇后娘娘病重，近日鲜少顾及后宫事务，平白无故的让人送这些吃血给我。元妃娘娘，元妃娘娘金安，微臣特来给娘娘看平安脉。有劳糜太医。这布匹似乎不太对。娘娘，这布匹可否容微臣检查一下？啊，当然，你尽管看。啊，白罗！啊，娘娘，这布匹用白罗之水浸泡过。这白罗乃是种药材，产自西域，味道极淡，平常人很难发现。这白罗有活血化瘀之效，但怀孕之人闻之，极有可能产生血崩、滑胎之危险。敢问娘娘，这布匹来自何处？是内务府刚派人送来的。还好娘娘没有怀孕，不然麻烦就大了。这白罗药效极为猛烈。到底是何人，心思如此歹毒？皇后秉性善良，也断不会如此明目张胆的害我。糜太医，今日先回去吧，此事暂且不要声张。回去之后，替我悄悄准备白罗，最好2日内就能准备齐全。是，娘娘。娘娘，到底是谁要在背后害咱们？绸缎已经进入启祥宫，以宜嫔的性子，如此名贵的布料，怕是会尽快叫人裁制新衣。万一她滑胎，岂不是要怪到娘娘头上？我从无害人之心，但若是他们想害我，
就别怪我将计就计。哼，温若言，你我虽为姐妹，但你却处处想置我于死地，你自求多福吧。皇上，你今天来陪臣妾，其他姐姐会不会不开心啊？你现在怀着朕的孩子，朕格外要疼你一下。至于其他人，你在朕心中比他们都要重要。臣妾能在皇上心里，臣妾也开心。只不过臣妾知道自己没有姐姐元嫔好看，但是臣妾想，只要能多给皇上生几个皇子公主，皇上也会疼爱我的，对吧？棉儿此时不知在做什么，残灯明灭，枕头凄，安静孤眠滋味。皇上，臣妾今天都能感觉到这腹中胎儿的存在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父皇在，开心的很。你摸摸看。你这才有身孕不久，朕哪里能感受得到？皇上，进。皇上，这是牡丹轩刚刚差人送过来的。呈上来。是。温云眠这个贱人，皇上好不容易来陪我，你居然又想抢走，我就不信现在我怀了身孕，还会没有你重要。皇上，今夜留下来陪臣妾好不好？可是方才皇后说你这胎相不稳，需要静养，朕还是改日过来看你吧。是皇上，臣家今天身体不舒服，也就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晚上不要让人家一个人嘛。罢了，你回去告诉元嫔，朕今日留宿蔷薇阁，明日早上再过去看你。是。皇上下次若要来陪臣妾，可否早一些派人来传话？为何？因为臣妾在盼着皇上来的时间里也是很高兴的，若能早一点知道，便能高兴的再早一些。那朕如果告诉你，今天晚上我会过来，如何？那臣妾便觉得此刻就已经很甜美了。那朕先回去批折子，晚点再过来。臣妾恭送皇上。娘娘，昨夜雨水渗漏进了寝殿内，西南角有块墙角破损，奴婢现在就去内务府找人修补墙面吧。修补墙面？哼，不急，你按我说的去做。娘娘万福金安，见过纯妃娘娘。惠昭仪来的正好，娘娘正说要将你的妹妹许配给娘娘的胞弟做妾呢，还不谢恩？娘娘，臣妾妹妹早已有了意中人，实在不能嫁给秦公子，还请娘娘开恩收回成命。你妹妹在我秦家养着，如今岁数到了，本宫的弟弟能看上她，把她留在身边做个妾室有什么不好？为何非要把她嫁给一个寻常人家？娘娘，臣妾就这么一个妹妹，请娘娘开恩呐！难不成你觉得她嫁给本宫的弟弟还委屈她了？你别忘了，你们家就是一介破落户，要不是本宫当年提携你，你岂能在宫中过得如鱼得水？昭仪妹妹，如果嫁给娘娘的弟弟做妾室，得娘娘和郑国公府的庇护，是你妹妹几辈子修来的福分呢。换作是我呀，早就高兴坏了。你怎么还哭丧着脸呢？
你别惹娘娘不高兴啊！近日这么多年，我伏低作秀，你们马首是瞻，你们却如此待我，就别怪我不义。娘娘，方才臣妾来时，看见内务府的人进了牡丹轩，臣妾派人帮忙进去瞧了瞧。原来呀，是这2日下雨，寝殿墙角竟然漏水了，墙面都泡坏了。温云眠亲自在那儿指手画脚的。皇上不过稀罕他这张脸，一时兴起罢了，心里啊根本没把他当回事儿。这次定要温云眠的命！娘娘，娘娘，宜嫔果真流产了。终于要变身了，我们过去看看。给皇上、皇后娘娘请安。启禀皇上，宜嫔的胎怕是保不住了，她身上有运过白罗的痕迹。白罗虽有活血化瘀的功效，但是怀孕之后，温之也可产生血崩，导致滑胎。白罗产自西域，朕的后宫怎么会出现这种东西？查，给朕立刻去查！是。皇上，宜嫔的贴身婢女说有要事禀报，奴才将她带过来了。叩见皇上，奴婢明翠有事要禀。说。回禀皇上，主子怀有身孕之时，没有任何异样。太医过来诊脉，也说主子腹中孩子康健。主子只是今日穿了内务府送来的浮光锦剪裁的衣服之后，便觉得腹部微凉。主子并没有在意，只是今早用了早膳的时间，主子便已经疼晕过去了。太医到达的时候，主子便已经血流不止了，所以奴婢斗胆猜测，主子滑胎与这浮光锦脱不了干系。皇上，事关皇嗣，臣妾认为必须彻查浮光锦相关的所有人员。衣服向来都是内务府送过去的，怎么会出现这种事啊？把内务府的总管给朕带过来。说，衣服里面为什么会有白罗？皇上，明鉴呐！这批云华浮光锦一共有10匹，进了内务府以后，奴才就按照皇后娘娘的吩咐，取了3、4匹，送到了牡丹轩和蔷薇阁。可谁知道，这奴才的手下错把3匹绸缎都送到牡丹轩了。奴才发现后，立刻让人去取回了1匹，送回蔷薇阁了。宜嫔身上穿的那一件，就是从牡丹轩取回来的，在此期间都没有经过别人之手。会不会是元妃娘娘？放肆！放肆！启禀皇上，臣妾真的不知白罗是何物，由内务府的人送来3匹布料，又由内务府的人拿走1匹。不知内务府的人是否经常出这样的错呢？既然绸缎经过了牡丹轩，为了查清楚真相，也为了给元妃一个公道，皇上，不如派人去搜一搜牡丹轩吧。皇上，臣妾真的没有害宜嫔，但为了证明臣妾的清白，还请皇上下旨搜查牡丹轩。糜太医，臣在。你和禁军一起去。臣领旨。皇上，为了公平起见，还请皇上允许张太医随臣一同前去。准。是。贱人，一会儿就有你的好戏看了。
参见皇上。如何？查的怎么样了？启禀皇上，微臣的确在牡丹轩发现了白罗。元妃，你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？你们俩可是亲姐妹呀！无论刚刚君臣玉多么维护，可他作为帝王的薄情和多疑，永远都不会打消。所以，我不会祈求他的爱，我只要利用他，勾住他的心，得到一切就够。温玉眠，为什么要害我？你我本是亲姐妹，是不是因为同时入宫，我比你先怀孕？真没想到元妃竟如此心狠手辣，谋害后宫妃嫔。皇上，按照宫规，应该立刻把她打入冷宫才是。是不是你做的？皇上，不是臣妾，请皇上明察。皇上，牡丹轩确实有白罗，不过元妃娘娘也是受害者之一。微臣在牡丹轩闻到了白罗的气味，仔细搜查后发现气味来源于墙壁，是有人将白罗混合在了糯米灰浆里，涂抹在了墙壁上。若不是今日搜查，恐怕受害者不止元妃娘娘，而是牡丹轩里的所有女子。皇上，有人也要害臣妾。岂有此理！看来不仅有人要害朕的孩子，还有人想害朕的主妃。启禀皇上，前2日牡丹轩的墙壁渗水脱落，下人们也是那个时候补的墙。就连平日里与牡丹轩走动不多的纯妃娘娘，也曾派人来帮忙修补墙面。此事绝无可能是牡丹轩的人所为。皇上，臣妾只是派人去帮忙，臣妾绝不会让人将白罗放入糯米灰浆之中，请皇上明鉴。难道惠昭仪没有把事情办好？不对，主意是惠昭仪出的，却是纯妃去做的。莫非？淑嫔，本宫就这么一个女人，你们却咄咄逼人，想让她为妾，是你们不仁在先，我只能反水，和温云眠联手对付你们了。启禀陛下，在储秀宫的地缝翘板处，搜查到了尚未使用的白罗。是。皇上，现下看来，能证明臣妾是无辜的了。这不是臣妾藏的，皇上明鉴。纯妃，我同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害我的孩子？皇上，请替臣妾做主，临时处死这个贱人，替我们的孩子报仇啊！传朕旨意，纯妃为人歹毒，谋害嫔妃和皇嗣，即日起废除妃位，打入冷宫。不要，皇上，不要！淑妃娘娘，救救臣妾，救救臣妾啊！你做出扰乱后宫、谋害皇嗣之事，你让本宫如何帮你？秦淑玉，现在想撇清关系？秦淑玉，我对你一片忠心，你现在就要抛弃我？既然我是你的一颗棋子，好，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皇上，给傅光景熏染白罗是秦淑玉的主意，都是他指使我的。他想害宜嫔的孩子，还想把元妃拖下水。你竟敢攀咬本宫！皇上，您别相信他，他已经害了宜嫔和元妃，他还想要害臣妾。来人，把纯妃拖出去，乱棍打死！不要皇上，不要皇上，救救臣妾，救救臣妾！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！淑嫔，还是让朕再一次失望了。启禀皇上，奴婢要揭发宜嫔娘娘。揭发本宫？你要揭发宜嫔什么？
奴婢偶然听到宜嫔娘娘跟明翠说，要赶紧把药处理了，不能让人发现她是假孕。皇上明鉴，才没说谎，臣妾真的怀孕了。臣妾的孩子刚刚……你可知污蔑主子死罪？奴婢没有胡说，他们把药就埋在蔷薇阁池边的柳树底下。皇后娘娘不信的话，可以派人去挖，一挖便知。来人，搜！皇上，你真相信这奴婢说的话呀？所有的事情都并非空穴来风，是真是假，一搜便知。少爷是你没有机会靠近皇上，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幻想。可这就是我认识的皇上，不管平时多么宠爱，该绝情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会心软。皇上，林太医，好好检查此药，再给宜嫔好好诊脉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在撒谎。臣遵旨。皇上，这药不是臣妾的，臣妾从未吃过这药，从未啊！皇上，主子绝对不可能服用此药，说不定是采梅他自己偷偷放进去的。他贼喊捉贼，娘娘是冤枉的呀！是与不是，查清楚，不就知道了。皇后小心身体。本宫无碍。启禀皇上，微臣已有结果。宜嫔娘娘确实服用此药，此药可以推迟月事，假造出类似喜脉的脉象，但此药维持时间不长，可以在合谷穴施针，便可破除此药药效。这不可能！我明明怀孕了，我怀孕了的。皇上，我进宫之前吃的宜孕丹，我很容易能怀上皇嗣，只要宠幸一次，我就能怀上。我何苦假孕呢？我都听到了，你跟明翠说自己只侍寝了一次，必须利用好这次机会，否则无法得到圣宠，还要受到其他嫔妃的欺压。若想保证万无一失，只有先制造假孕，再徐徐吐之。你这个贱婢，敢这么诬陷本宫！你真的太让朕失望了。皇上，臣妾没有啊！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宜嫔假孕争宠，欺君罔上，即日起赤夺封号，降为美人，禁足启香宫。赤夺封号，降为美人，禁足启香宫。皇上，乐美人怕是没这个胆子假孕争宠。浮光锦是皇后娘娘派人送去牡丹轩的，会不会是皇后娘娘和乐美人联手，用假孕流产一事除掉元妃和纯妃？真是太狠毒了些。说不定这招真是厉害，若是成了，便能除掉我，然后再揭穿温乐嫣假孕，最后扣到皇后头上，一箭三雕，再全身而退。不过我岂会让她如愿？淑嫔，你故意陷害本宫，是何居心？启禀陛下，皇后娘娘身边的福公公前来求见。宣，是。皇上，臣妾觉得乐美人没有必要假孕争宠，所以特意派人去搜寻了证据。启禀陛下，启禀皇后娘娘。皇后娘娘觉得此事可疑，方才命令奴才大搜后宫，抓住了淑嫔娘娘宫里的太监小巷子。他曾偷偷跟随送泔水的太监出宫，此人行迹可疑。奴才到了小巷子的住处，果不其然搜到了这包东西。在布局时，我便派人在今日将白罗放到小巷子房里，祝皇后娘娘查到此人。淑嫔，你真是别想全身而退。
启禀皇上，此物是白罗。跪下！皇上，皇上恕罪，皇上饶命啊！皇上，臣妾不知道小巷子竟会做出这种事。皇上，方才臣妾还派人去查了内务府的档案，竟然发现小巷子跟采梅是表兄妹，所以为求妥当，臣妾还去搜了采梅的房间。这是在采梅房间里面发现的。糜太医，查。是。启禀皇上，这就是致使乐美人假孕的药物。采梅，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老实交代？皇上饶命！皇后娘娘饶命啊！都是淑嫔娘娘指使奴婢的，是她逼奴婢往乐美人的饮食里面下药，陷害乐美人的，请皇上恕罪。不是这样的，不是的，臣妾没有做这些。皇上已经罪证确凿，这一切都是淑嫔在谋害臣妾，请你一定要下旨严惩这个毒妇。胡说八道！元嫔不孕一事，人尽皆知，臣妾又怎么会害她？还不是元嫔和宜妃姐妹二人合起伙来，贼喊捉贼，企图再给臣妾扣一顶帽子。启禀皇上，白罗虽会使女子不孕，可对于本就怀孕艰难的女子来说，却是无形的毒药。它会不知不觉中使人痴傻，举动异于常人。长此以往，怕是元妃娘娘性命不保。明儿，皇上，臣妾自问，从未得罪过淑嫔，她为何要这样对我？明儿不跟淑嫔计较，却一再为淑嫔陷害，朕也无需再容忍下去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淑嫔心思歹毒，即刻打入冷宫，废除嫔位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皇上，那乐美人她……至于乐美人，虽然说你被人陷害，但是你欲下不言，你就在宫里禁思己过，正好将养身体。皇上，明儿，元妹妹，你这是有喜了。昨日太医请平安脉，臣妾才知唯有了身孕，本想寻机告诉皇上，奈何出了这种事。明儿，太好了，幸好刚才的事没有伤及到你还有腹中的孩子，我们之间终于要有自己的孩子了。来人，传朕旨意，元妃温氏德行兼备，晋为贵妃。哎，皇上，臣妾才刚刚晋封为妃，树大招风，不如等臣妾平安产子之后再晋封也不迟。元妹妹说的极是。朕知道你性子向来沉稳，但不像旁人一样，因为一点宠爱就恃宠生骄。朕就依你所言。元妹妹，今日这件事，本宫真应该好好感激你。要不是你提醒，只怕本宫要落入淑嫔他们的圈套了。娘娘爱护六宫，臣妾做这些都是应该的。皇后娘娘，前世此事，皇后一命不久矣，还有1年就要病逝了。没想到她已经病得这么厉害。本宫无碍，吓着你了。娘娘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。今日之事，娘娘陪着折腾太久了，身子怎么吃得消啊？这后宫有你帮衬着本宫，本宫便不觉得累。元妹妹，你也要好好保重身体。待你诞下皇子，我就去跟皇上建议，请你帮忙协理六宫。臣妾谢过皇后娘娘。
妾定当尽心尽力辅佐娘娘。本宫要回去了，元妹妹可要一道走。发生这种事，宜嫔心里肯定不好受。不管怎么说，她都是臣妾的妹妹，臣妾想去安慰她几句。你真是个良善的好女子，怪不得皇上疼你。你去吧。娘娘万福。这次多亏了你，我才知道秦淑玉的计划。惠昭仪，过往种种恩怨，咱们一笔勾销。日后本宫得宠了，自会好好扶持你。多谢娘娘。温玉眠，你还敢来？你这贱人！今日这些事都是你做的吧？我从没害人之心，是他们想害我。我不过是将计就计，他们有如今的下场，是咎由自取。上辈子你拿了易孕丹，连生了好几个孩子，稳坐太后之位。为什么到我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你以为我是靠着不停生孩子才立足的？在这后宫之中，只有赢得军心，才能站稳脚跟。我的好妹妹，你输得太彻底了。你休要得意张狂，待我养好身子，我就会为皇上开枝散叶，生好几个皇子，我的孩子也能当上皇帝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蠢，如今还看不清形势。淑嫔娘家事大，皇上将她打入冷宫，也会给她找个替罪羊，避免淑嫔娘家闹事。经历今天的事，皇上不会再让你生孩子。不可能，我不相信！你这贱人，我撕烂你的嘴，看你还敢不敢！皇上有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乐美人温氏恃宠生骄，言行无状，屡犯宫规，今更于御前失仪，今日起搬入冷宫，望其反思，以儆效尤，钦此。元妃娘娘，皇上说了，您今日受惊了，特意赏您贵妃规格的赤金点翠头面一套，南海明珠10壶，蜀锦20匹，以示抚慰。谢过皇上。是我被人暗算，凭什么温玉眠能获得赏赐，而我却要打入冷宫啊！我不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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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淑嫔，别来无恙？本宫当是谁呢？原来是正当圣宠的元妃。怎么，想看本宫的笑话？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。你可认得这个？不过是本宫从前用的香料，怎么想学本宫？别以为这样就能巩固恩宠。本宫与皇上青梅竹马，凭你也配跟本宫做比较？香料是好香料，只可惜里面掺了东西。你什么意思？你入宫多年，一直未有身孕，难道未曾怀疑过？还一说本宫的身体需要调理。调理？皇上从未想过让你怀上龙嗣。你以为他的宠溺是因为爱你吗？不过是因为你母家势大，需要安抚吧。不可能的！你
以为皇上不知道你做的那些事儿？他揉你，不过是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。而你现在被打入冷宫，他可曾来看过你？好一个薄情寡义的帝王，本宫为他倾尽一切，到头来却是场笑话。功这一世争来争去，赢了你们，却输给了本宫最爱的男人。告诉皇上，本宫恨他，愿此生不复相见。来人，书品墨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温氏云绵，玉秀名门，承昆凌之德，但龙凤呈祥。今进而为贵妃，赐号臣，赐金册金宝，协理六宫。钦此。臣妾叩谢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多谢公公。赐鎏金飞凤嵌宝冠一顶，赤金攀龙双凤镯一对。赐云华流光锦白匹，瀚海珊瑚树3株。皇后娘娘，皇上有旨，册立贵妃温氏云绵为新后，主理六宫。朕突发恶疾，太医不敢直言，但朕很清楚，现在已经药石无灵了。太医们正在研究药方，定能治好龙体。后宫有臣妾操持，前朝有臣妾的外祖和表哥扶持，不会生出乱子。陛下安心养病便是。明儿，你我夫妻情深，我死后，你可否愿意一起殉葬？皇上，臣妾当然不愿意。灵儿，难道你之前对我的情谊都是假的？皇上如果真心爱过臣妾，为何不让臣妾好好活着，替你护佑我们的孩子和这万里江山？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临御天下，夙夜忧勤，然今朕宫为和，恐难痊愈。太子虽年幼，但明锐速成，为人仁孝。若朕遭遇不幸，由太子继承大统。皇后温氏秉性聪慧端庄，特命垂帘听政，辅佐幼帝。愿各文武大臣相伴左右，钦此。皇上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然今朕宫为和，恐难痊愈。臣妾深知国家大计定会延续，应由太子继承大统，以德治国，仁爱待民，决心改革变法，以天下百姓为本，
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男女平等。男人，臣妾恭送皇上。参见皇上，参见太后娘娘。诸位爱卿，请起。从今日开始，还望你们用心辅佐新帝，不负先皇所托。臣等定当竭尽全力。本宫费尽心机登上高位，不为凌驾于人，只为有朝一日能让这深宫里的女子不再任人宰割，要让这世间再无贵贱之分。